聖經金句句句今日主要一句，好開心啊！老友記早晨啊！由於而家靚仔牧師係自由身呢，所以我就喺屋企呢自己煮飯嘅機會就比較多啲，能夠慳幾多就慳幾多，因為3個日呢好似打包買3包麵啊，加上打包嗰啲外賣嘅盒啊，最少都要15蚊啊，3個人都幾皮重嘅喎。嗱，買3包，如果我喺 NDC 買3包溝8個菜蔬嚟炒，買豬肉嚟炒蒜頭蠔油呢，煮一鑊飯，咁一餐都3個人都食唔超過6蚊喎。不過呢，就自己炒自己煮呢，就比較麻煩啲，一定要時間咯。所以呢，靚仔牧師非常了解家庭主婦其實係好辛苦噶。老友記，你話係咩？係咪啊？好啦，今朝早嘅金句同琴日一樣，創世記1章1節，起初上帝創造天地。創世記1章1節，起初上帝創造天地。最近靚仔牧師就聽到一首台灣華語嘅詩歌，叫做有一天，有一天，有一天。你慢慢欣賞呢首詩歌嘅歌詞，真係好有意思㗎。特別唱到副歌其中一句嘅歌詞係：這個世界真有一位上帝，這個世界真有一位上帝，這個世界真係有一位上帝啊！當靚仔牧師唱到呢句嘅歌詞呢，我深深感恩上主就在我們嘅當中阿們。上主在我們嘅當中如果冇上帝呢個世界會變成點樣呢？一定比而家仲更加恐怖，仲更加慘噶。如果冇上帝，今日你所受嘅痛苦係一無是處噶。做人一定係冇意思噶。做好人嚟做乜？做好人嚟做乜？人老咗病咗咁辛苦，冇呢個上天嘅盼望，真係好冇意思啊！但係靚仔牧師心中有一位上帝，就係我嘅主耶穌，是與我同在嘅神耶穌時時睇住我，又可以同我傾偈，又可以同我祈禱嘅神嚟噶。因為耶穌係現在活着，永遠活着嘅上帝所以你嘅祈禱就有意思啦嘛。講咗好多拜噶啦，老友記，你所敬拜係點樣嘅神明呢？係好重要噶。你所敬拜係點樣嘅神係好重要噶，係活着嘅神或者死咗唔翻生嘅啲神明呢？你決定你嘅神明是否係真神呢？真神找人，人造假神真神找人，人造假神所以靚仔牧師信靠嘅上帝一定要係創造主係創造主。邊個係創造主呢？就是呢位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嘅呢位上主啦。琴日嘅金句同今日係一樣嘅。起初上帝創造天地係好重要嘅宣告今日呢首詩歌宣告，這個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，呢個世界真係有一位上帝。我哋要敬拜就敬拜呢位創造主啦。靚仔牧師而家就唱出呢首詩歌，有一天，有一天有一天，你若覺得失去勇氣，有一天
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，那一天你要斟酌你的心情，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，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。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，他爱你，他愿意帮助你。茫茫人海虽然寂寞，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。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，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，漫漫长夜陪你走过，他爱你，伴你一生之久。